第5章，有一个人名叫阿那尼亚，甲伊的负责人撒菲勒卖田园，将价钱家己留落几分。伊的负责人也知影，其余的几分摕来下伫使徒骹前。彼得讲：阿那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，互你欺骗圣灵，将田地的价钱家己留落几分呢？田也未有卖，毋是你家己的嘛？既然卖了，价钱毋是你做主嘛？你怎样心内起这个意念呢？你毋是欺骗人，是欺骗上帝。阿那尼亚听见这个话，就跋倒长开。听见的人拢真惊吓，有一寡少年人起来，将伊包赶出去埋葬。约过3小时，伊的负责人入来，也毋知影这项事。彼得对伊讲：你甲我讲，你卖田的价钱就是这个吗？伊讲就是这个。彼得讲：恁为什么当心试探上帝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门口，因也要将你赶出去。负责人连边跋倒伫彼得脚前断开。遐个少年人入来，看见伊已经死了，就赶出去，埋葬伫伊丈夫的身边。全教会甲听见这个事的人，拢真惊吓。主藉使徒的手，伫民间行真多神迹奇事，因拢同心合意。伫所罗门的笼下，其余的人无一个敢挖军呢，百姓却尊重因。信来归主的人，越发加添，连男带女真多，甚至有人将病人放伫街市顶，下伫眠床，还是褥仔顶。望彼得过来的时阵，或者得到伊的影照伫什么人身顶，也有真侪人带着病人，甲受污鬼缠磨的，对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入来，拢总得到医治。大祭司甲伊一切的同仁，就是撒土界教门的人，拢起来满心气愤，就下手掠使徒收伫外间。独主的使者每时开家门，带因出来，讲：恁去徛伫殿内，将这个生命的道拢讲互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个话，天得要光的时阵，就入殿内去教示人。大祭司甲因的同仁来了，叫做公会的人，甲以色列族的正长老，就找人到家里去，要将使徒提出来。总是找也到了，无看见因伫家内，就倒来禀告讲：阮看见家角的门关到真透动，看守的人也徛伫外面，到伫开门，内面一个人都无看见。守殿官甲祭司长听见这个话，心内艰难，毋知这个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讲：你关伫家内的人，现在徛伫殿内教示百姓。对安尼，守殿官甲车爷去带使徒来，并无用强暴，因为惊百姓用石头抌因。
大到啦，就叫使徒徛伫公会前，大祭司问因讲：阮毋是严严会禁止恁，毋通奉即个名教示人吗？恁反倒将恁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，想要互即个人的血归到阮的身顶。彼得甲众使徒因讲：顺趁上帝，无顺趁人是应该。恁挂伫叉头顶杀害的耶稣，阮的祖宗的上帝已经互伊搁活，上帝搁用正手将伊高举，互伊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甲赦罪的恩赐互以色列人。阮为这个事做见证，上帝赐互顺趁的人的圣灵，也为这个事做见证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受气，想要杀因。总是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加玛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伫公会中徛起来，吩咐人将使徒暂请带到外面，就对众人讲：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个人，恁应该小心怎样办理，将前丢代起来，自夸自大，负叹伊的人约有400。伊受抬了后，负叹伊的拢总散啦，拢归伫空空。这点了后，报名上册的时阵，阁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一寡百姓跟地，伊也别无负叹伊的人也拢四散。现在我考劝恁，毋通管这个人，出在因吧。因所计谋的、所行的，若是出伫人，的确要败坏；若是出伫上帝，恁就袂会败坏因。惊了恁反倒是攻击上帝。公会的人听叹伊，就叫使徒来，将因拍，搁吩咐因毋通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将因偷放。因离开公会，心内欢喜，因为受算作配为这个名受凌辱。因就逐日伫殿内、伫家内无停的教示人，传耶稣基督。